我感觉我就像是在心里给自己判了刑，每天早上起来都是很深的负罪感。这10年的每天都是这样。啊，10年了，那天晚上我要是能买了信，起码能走的不那么遗憾。扫墓的人哭，是因为只想到了离别；而照片里他们笑，是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直被爱着。如果活着的人一直沉浸在悲伤里，算不算是辜负了市场医院呢？谢谢，我当时说的那些都一一实现了，是我给妈妈的承诺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不但会好好上学，我还要体体面面的考到市里去，考到最好的学校。等毕业后找一好工作，买一套大房子，把您老接过去享清福，做全世界最幸福的小老太太。